你有冇試過喺條河邊坐低，睇住啲水由上游流到下游，成條河生機勃勃，兩邊嘅植物生到好靚，魚蝦亦游嚟游去。但係你諗下，如果有一日有人喺上游起咗一個超級大水壩，啲水全部儲晒喺上面嗰個湖度，下游會變成點？河床會乾晒，啲植物會枯萎，啲魚蝦全部死晒，成個生態系統就會崩潰。今日我想同大家傾嘅嘢，其實同呢條河有好大關係。不過我哋講嘅唔係水，而係錢。喺 AI 人工智能嘅時代，我哋嘅經濟體系入面，錢嘅流動正出現緊一個超級嚴重嘅問題。而呢個問題有可能影響到我哋每一個人嘅生活。大家好，歡迎翻嚟我嘅頻道。如果你係新觀眾嘅話，記得撳下訂閱同埋撳個鐘仔。今日呢條片嘅主題係 AI 自動化時代下嘅經濟結構性危機。聽落好學術，但我會用最地道嘅方式同大家拆解。我會由 AI 點樣取代人類嘅工作講起，再講到點解政府要不斷印銀紙，然後解釋點解印咗銀紙之後，有錢人反而更加有錢，普通人反而更加窮。最後我仲會講下黃金喺呢個亂世入面扮演咩角色，以及我哋普通人可以點樣應對。準備好未？我哋即刻開始。首先，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你覺得 AI 而家去到咩程度呢？我唔係講緊科幻片嗰種機械人，我講緊嘅係真真實實已經喺度發生嘅嘢。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嘅評估，全球大約有40%嘅工作崗位面臨 AI 嘅衝擊，而喺發達經濟體呢個比例仲高達60%。世界經濟論壇2025年嘅報告更加指出，到2030年，全球會有9200萬個職位被取代。雖然佢哋話同時會創造1億7000萬個新職位，淨計算係多咗7800萬個工作機會，但問題係被淘汰嗰啲人同新創造出嚟嘅崗位根本就唔係同一班人做得到嘅。一個喺俄亥俄州做郵務嘅文員，唔會突然間變成三藩市嘅 AI 工程師。你話係咪？你可能會話，以前每次科技革命都有人驚會大規模失業，結果都係安然無恙。蒸汽機取代咗手工紡織工人，電力改變咗工廠運作，電腦就更加唔使講，完全重塑咗辦公室嘅面貌。但係每一次舊嘅職業消失咗，新嘅職業就會出現，勞動市場最終都會重新平衡。事實上，經濟學入面有一個概念叫勞動總量謬誤，指嘅係人們錯誤咁假設工作總量係固定嘅。歷史證明，生產力提升會降低商品價格，消費者因而有更多可支配收入，投向新嘅需求領域，從而催生新嘅行業同職位。不過呢一次嘅情況確實有值得擔憂嘅地方。點解呢？因為以前嘅技術革命雖然都曾經同時影響唔同類型嘅勞動，但通常有一個主要嘅衝擊方向，而且技術擴散嘅速度相對較慢，俾咗社會幾十年嘅時間去適應。但而家嘅 AI 呢，佢兩邊一齊攻，白領嘅文書處理、法律分析、財務審計，甚至寫程式，通通可以被 AI 自動化。藍領嗰邊呢，倉庫物流、工廠裝配，甚至餐廳服務，機械人都已經開始逐步取代緊。呢次 AI 革命嘅不同之處，在於佢對白領同藍領工作嘅衝擊幾乎係同步發生嘅，而且技術迭代嘅速度以月甚至以週計算，大幅壓縮咗社會適應嘅時間窗口。好啦，咁我哋就要理解一個好核心嘅問題，點解企業一定要用 AI 取代人呢？答案好簡單，因為錢，因為成本。你諗下，一個企業請一個員工，要俾糧，要交強積金，要提供福利，要搞培訓，仲要有管理嘅開銷，呢啲加埋唔少。但一套 AI 系統呢，初期要投資，但用得耐咗，邊際成本會越嚟越低，而且 AI 唔使放假，唔使食飯，唔會攰，唔會同你請病假，24小時運作冇停過。當 AI 做同一份嘢嘅成本低過請人，任何理性嘅老闆都會揀 AI。呢個唔係道德問題，係生存問題。你唔用 AI，你嘅競爭對手用咗佢，成本低過你，價錢平過你，你就會被市場淘汰。McKinsey 嘅研究估計，以而家嘅技術水平，理論上已經可以自動化大約57%嘅美國工作時數。好啦，咁大量嘅人被 AI 取代咗之後，會發生咩事呢？呢度就要講到一個好重要嘅經濟概念。我用大自然嘅比喻嚟解釋。你諗下，一個健康嘅森林生態系統，最底層有泥土同微生物做分解者，中間有植物做生產者，上面有動物做消費者，最頂有老虎、獅子做頂層掠食者，每一層都唔可以缺少。如果有一層大規模消失咗，成個系統就會崩潰，連頂層嘅掠食者都保唔住。經濟體系同一道理，底層同中層嘅打工仔，佢哋唔止係生產者，更加係消費者。佢哋每個月出糧之後去食飯、買嘢、交租、去旅行，呢啲消費就變成企業嘅收入，企業嘅收入又變成投資、稅收同就業。如果呢一大班消費者突然間冇咗收入，或者收入大幅減少，你估會點？答案就係一個惡性循環嘅開始。AI 取代人力，人嘅收入下降，收入下降就少咗消費，消費少咗，企業營收就跌，營收跌咗，企業就被逼再裁員，
再用 AI，然後更多人失去收入，消費進一步萎縮。呢個循環一旦轉動起嚟，就好似一個漩渦咁，越轉越快，越陷越深。當然，呢個惡性循環嘅模型係一個簡化嘅理論推演。現實中存在若干緩衝機制 ，AI 降低生產成本嘅同時，亦會壓低商品價格，部分抵消收入下降嘅影響。政府嘅社會安全網亦會提供一定程度嘅緩衝，但問題嘅關鍵在於呢啲緩衝機制係咪足以應對 AI 衝擊嘅規模同速度？經濟學入面有一個概念叫有效需求不足，係凱恩斯好耐之前就講過嘅。但傳統嘅需求不足通常係周期性嘅，好似經濟衰退咁，過一排就會復甦。而 AI 驅動嘅需求不足呢，佢係結構性嘅，因為被取代嘅工人好難喺短時間內轉型去做 AI 工程師或者其他高技能嘅工作。呢個就好似你將一棵習慣咗生喺平地嘅植物，突然間搬去高山上面，佢未必能夠適應得到。講到呢度，我要特別強調一個概念，就係錢嘅流動性。仲記得我開頭講嘅河流比喻嗎？錢喺經濟入面嘅角色，其實就好似水喺大自然入面嘅角色。水一定要流動，先可以維持生機。如果啲水全部匯聚喺一個湖度，唔往下游流，下游嘅河川就會乾涸，土地就會荒蕪，生態就會死亡。錢都一樣，如果錢只係集中喺少數大企業同有錢人嘅戶口入面，而唔流入普通消費者手中，經濟嘅下游，即係零售、服務業、中小企，就會因為缺少流動性而萎縮。經濟學入面有一個指標叫做貨幣流通速度，就係衡量呢種流動性嘅。根據聖路易斯聯儲銀行嘅數據，美國 M2 貨幣流通速度喺1997年高峰嘅時候有2.19，但到咗2025年第四季已經跌到得返1.409。呢個現象嘅成因係多方面嘅，包括金融體系結構性變化、低利率環境下嘅儲蓄行為改變，以及量化寬鬆本身機械性地推高貨幣存量等。但其中一個值得關注嘅因素，確實係越嚟越多資金停留喺金融資產市場，而非流入實體消費經濟，反映錢嘅流動越嚟越慢。好啦，咁我哋再講另一個好有趣嘅問題，就係 AI 嘅紅海競爭。咩係紅海競爭呢？簡單講，就係大家都用同一套嘢嚟競爭，最後邊個都冇着數，只能夠不斷鬥平。AI 技術喺早期嘅時候，邊個先用嘅話，邊個就有優勢，效率高啲，成本低啲，可以搶到更多市場。但問題係，當所有企業都開始用 AI， 單純依靠 AI 提升效率，就唔再係你嘅競爭優勢，而只係一個入場門檻。你唔用 AI， 你就連場都入唔到。但用咗 AI， 你亦都唔會有明顯嘅優勢，因為你嘅對手全部都用緊。結果就係所有人嘅成本結構都差唔多，唯一可以做嘅就係鬥減價，利潤被壓到極薄。當然，善於將 AI 同自己嘅獨特數據、行業知識、客戶關係結合嘅企業，仍然有可能建立差異化嘅競爭壁壘。但對於缺乏資源進行深度 AI 整合嘅中小企嚟講， AI 創造嘅效率提升，並冇變成企業嘅超額利潤，而係被激烈嘅競爭蠶食殆盡。呢個現象其實同軍備競賽好似。你諗下，國與國之間，每個國家都花大錢買武器，但因為所有國家同時升級，相對嘅安全態勢並冇改變。唯一嘅結果就係大家都燒咗一大堆錢。AI 領域嘅情況一模一樣，企業被逼不斷投入巨額資金去訓練模型、計算力、基礎設施、買數據、請 AI 人才，但只係為咗唔落後。呢啲投入構成咗沉重嘅固定成本，但喺紅海競爭入面，回報卻越嚟越薄。仲有一個好值得注意嘅現象，就係真正賺到錢嘅唔係用 AI 嘅企業，而係賣 AI 工具嘅企業，好似 NVIDIA 賣晶片嗰啲，微軟、Azure、Google Cloud、Amazon、AWS 呢啲雲端服務商，仲有啲做基礎模型嘅公司。呢個就好似19世紀嘅淘金熱，真正發達嘅唔係掘金嗰班人，而係賣鏟嗰班人，利潤向極少數平台型企業匯聚，而大量嘅應用層企業就喺紅海入面掙扎求存。呢個進一步加劇咗財富集中嘅效應。好啦，講完 AI 嘅衝擊同紅海競爭，我哋而家進入最關鍵，亦都最影響你荷包嘅部分，就係印銀紙。當實體經濟出現我頭先講嘅嗰啲結構性困境，就業萎縮、消費不足、企業利潤微薄，政府嘅稅收自然就會大縮水。稅收少咗，但社會保障支出增加咗，失業救濟、醫療補貼全部要錢，財政赤字越嚟越大，債務越滾越多。當傳統嘅財政工具用到盡，政府就唯有求助中央銀行。央行透過量化寬鬆、直接買政府債券等方式，向經濟體系注入流動性。講白啲，就係印銀紙。但呢度有一個好關鍵嘅問題，印銀紙真係可以解決問題咩？我想同大家做一個思想實驗嚟理解印銀紙嘅本質。假設有一日，全世界所有以美元計價嘅嘢，你嘅銀行戶口、你嘅人工、你嘅債務、商品嘅價格，全部同時乘以10倍，會發生咩事？答案係乜都唔會變。你本來有1萬蚊月薪，而家變成10萬；但一碗雲吞麵本來30蚊，而家變成300蚊。
你嘅樓按本來欠300萬，而家變成3000萬，每個人嘅相對財富地位完全冇改變，每件嘢嘅相對價格都冇變，就好似將度量衡由米改成分米咁，數字放大咗10倍，但描述嘅現實完全一樣。呢個思想實驗話俾我哋知一個好重要嘅洞察：如果新印出嚟嘅錢係完全按比例分配俾每一個人，咁通脹基本上唔會影響任何人嘅實際購買力。換句話講，通脹對你購買力嘅影響唔在於印咗幾多錢，而在於呢啲新錢嘅分配係咪均勻。但現實中新印出嚟嘅錢從來都唔係均勻分配嘅，呢個就牽涉到一個叫做坎蒂龍效應嘅概念。呢個名係來自一個18世紀嘅法國經濟學家 Richard Cantillon。佢好早就觀察到一個現象：新增嘅貨幣進入經濟體系係有先後次序嘅，佢唔係好似天上落雨咁平均灑落嚟嘅。新錢首先流去邊度呢？流去距離央行最近嘅機構，就係商業銀行、大型金融機構、上市公司。呢啲先得者喺物價仲未漲嘅時候，已經可以用舊嘅價格水平去買資產、買股票、買樓、買債券、買大宗商品，推高咗資產價格。等到啲錢最終通過加人工、社會福利等渠道流到普通人手上嘅時候，物價同資產價格已經升咗一大截。你名義上人工可能加咗少少，但你面對嘅係已經漲過一輪嘅物價，你嘅實際購買力反而係下降嘅。呢個坎蒂龍效應再配合一個叫8二法則嘅嘢，效果就更加驚人。我哋知道社會嘅財富分佈本身已經好集中，少數大企業同高收入人士掌握咗大部分嘅資產。根據2026年嘅世界不平等報告，全球最富有嘅10%嘅人擁有75%嘅全球財富，而全球最窮嘅一半人口呢，佢哋只擁有2%嘅財富。更加誇張嘅係，全球最富有嘅0.001%，即係大約6萬個超級富豪，佢哋持有嘅財富係全球最窮嗰一半人口嘅3倍。央行印出嚟嘅錢通過金融系統傳導嘅時候，天然就偏向呢啲已經有大量資產嘅人。大企業更容易攞到低息貸款，資產持有者因為資產價格上漲而被動增負。結果就係表面上每個人戶口嘅數字都增長咗，但大企業同少數精英增長得遠遠更快。呢個就係一種隱性嘅財富轉移。我再用翻條河嘅比喻嚟解釋清楚啲。想象下，經濟體系就係一個河流系統，央行印銀紙就好似喺上游倒水入去，但呢啲水並唔係均勻咁流過成條河嘅。佢首先流入幾個大型水庫，就係啲大銀行同金融機構。呢啲水庫攞到水之後，會先用嚟灌溉自己周圍嘅農田，即係投資喺股票、房地產、債券呢啲資產市場。等啲水慢慢滲到下游嘅時候，下游嘅農民發現水量已經少咗好多，而且水價仲高咗，因為中途已經被截取咗大部分。呢個就係坎蒂龍效應嘅形象化解釋。錢就好似水咁，從上游往下流嘅過程中被層層截取，流到底層嘅時候已經所剩無幾，而底層嘅普通人面對嘅卻係已經漲過價嘅商品同服務，購買力實質上被蠶食咗。不過我要補充一點，央行印銀紙本身唔一定係壞事。喺金融危機同經濟衰退嘅時候，央行嘅及時干預確實防止咗更加災難性嘅後果，好似大規模銀行倒閉同存款蒸發，呢啲對普通人嘅傷害會比通脹大得多。真正嘅問題唔係應唔應該印，而係印完之後啲錢點樣分配，以及喺危機過去之後有冇及時收翻。好啦，講咗咁多負面嘅嘢，我哋嚟講下有冇咩嘢可以作為價值錨點嘅。喺法定貨幣持續被稀釋嘅背景下，市場上嘅人自然會揾一啲可以保持購買力嘅資產，黃金就係其中一個。黃金之所以幾千年嚟一直扮演呢個角色，根本原因在於佢嘅供應量有剛性約束。黃金每年嘅開採量只佔地上存量大約1.5%，而呢個比例受制於物理同地質條件，冇辦法人為改變。你對比下法定貨幣，央行可以喺幾個鐘頭之內通過電子帳目創造幾萬億美元嘅新貨幣，但全球金礦一年嘅產量幾乎係恆定嘅。呢種供應彈性嘅根本差異，令黃金喺長期內能夠維持相對穩定嘅購買力。而近年嘅金價走勢亦都印證咗呢一點。截至我錄製呢條片嘅時候，黃金價格比1年前升咗超過44%。不過我要公平咁講，黃金都唔係完美嘅保值工具。首先，黃金係唔會產生現金流嘅，佢唔會俾利息你，唔會派股息。你持有黃金嘅回報完全嚟自價格嘅變動。第二，黃金短期價格可以好波動，受市場情緒、美元走勢、利率政策等等多重因素影響。好似今年初，黃金就曾經由5600幾美元一安士急跌到4400美元，幾日之內蒸發咗好多市值。第三，喺極端情況下，好似政府管制、沒收令咁，實物黃金嘅持有同流通都可能受到限制，所以黃金更加適合定位為投資組合入面嘅防禦性配置。喺貨幣體系正常運作嘅時候，佢嘅吸引力有限，但當貨幣體系出現信任危機嘅時候，佢作為終極價值儲存嘅角色就會凸顯出嚟。當然，黃金唔係唯一嘅選擇。
通脹掛鈎債券、多元化嘅投資組合等，都係值得考慮嘅保值策略。呢度唔係投資建議，過去嘅表現亦都唔代表未來嘅回報，大家要根據自己嘅情況做判斷。好啦，我哋而家嚟做一個總結，將成個拼圖砌翻埋。其實而家有3股力量正在合力將財富推向少數人嘅手中。第一股力量係喺勞動市場層面， AI 取代效應壓低咗普通打工仔嘅議價能力同收入，而掌握 AI 技術嘅人同企業主就攞到更大份嘅餅。第二股力量係喺市場競爭層面， AI 紅海競爭壓縮咗中小企嘅利潤空間，而上游嘅科技巨頭就通過壟斷基礎設施截取咗核心利潤。第三股力量係喺貨幣政策層面，央行嘅擴張性操作通過坎蒂龍效應系統性地偏惠咗資產持有者同大型機構。呢3股力量匯合埋一齊，就好似有一台無形嘅抽水機，不斷將錢由經濟嘅底層同中層抽去頂層，流動性喺基層枯竭，喺頂層淤積，成條河嘅下游乾晒，上游卻水浸。呢種持續嘅財富集中唔單止係社會公平問題，更加係一個系統性嘅經濟穩定風險。當大量民眾嘅消費能力被持續蠶食，經濟增長就會失去最根本嘅驅動力，就係內需。企業面對萎縮嘅市場，投資意願下降，進入低增長甚至零增長嘅停滯狀態。政府債務喺經濟停滯中更加難以消化，被迫更深度地依賴央行，形成又一層惡性循環。歷史經驗話俾我哋知，極端嘅財富不平等往往係社會動盪嘅前兆。當大多數人覺得個經濟體系已經唔再為佢哋服務，對制度嘅信任就會瓦解，民粹主義、保護主義甚至社會衝突嘅風險都會顯著上升。咁面對呢個局面，有冇出路呢？我覺得有幾個方向值得我哋思考。第一，要建立 AI 紅利嘅社會化分配機制，對 AI 同自動化產生嘅超額利潤課徵專項稅，好似自動化稅或者數據稅咁，將呢啲稅收直接用嚟支持受影響嘅工人轉型同基本生活保障。某種形式嘅全民基本收入可能會變成必要嘅制度安排。不過 UBI 係一個極具爭議嘅政策建議，反對者擔心佢嘅財政可持續性、對工作動機嘅影響以及分配效率嘅問題。芬蘭嘅試驗結果亦都係喜憂參半，可能更務實嘅做法係先強化現有嘅社會安全網，再逐步探索針對性嘅保障措施。第二，要重教教育同技能培訓體系，傳統教育培養嘅技能正在快速貶值，我哋需要轉向培養 AI 難以取代嘅能力，好似批判性思維、跨領域整合、情感智慧、創造性解難以及人與人之間嘅深度溝通。呢啲軟實力先係未來最值錢嘅技能。第三個方向就係要改革貨幣政策嘅傳導機制。我哋已經知道傳統嘅央行印銀紙操作存在嚴重嘅分配偏差，啲錢大部分流去咗金融體系嘅頂層，所以要探索更加直接嘅貨幣投放方式，好似直接嘅轉移支付，或者通過公共投資渠道，將新增嘅錢導向基礎設施、綠色能源、社會服務等領域。即係話要想辦法令啲水唔好只係流入上游嘅大水庫，而係直接灌溉到下游嘅農田。第四，要加強反壟斷同平台治理。AI 時代嘅自然壟斷傾向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加強烈，數據優勢、算力優勢同網絡效應嘅疊加，令贏家通吃嘅局面更容易形成。所以強化反壟斷執法，推動數據開放同算法透明，係維持市場活力嘅必要手段。最後一個方向我覺得好重要，就係要重新思考點樣衡量經濟嘅健康。我哋一直以嚟都係用 GDP 增長嚟做首要指標，但喺 AI 時代，呢個指標可能越嚟越有誤導性。GDP 可能喺度增長，但增長嘅果實可能完全集中喺少數人手中，大部分人嘅生活質素其實係喺倒退緊。我哋需要發展更加全面嘅經濟健康指標，將就業質量、收入分配、社會流動性、環境可持續性等維度都納入核心考量。一條健康嘅河流唔係靠量度上游水庫嘅儲水量嚟判斷嘅，而係要睇成條河由上到下係咪都有水流過，係咪每一段河岸嘅生態都健康。好啦，我哋嚟做一個最終總結。AI 同自動化技術嘅發展無疑會帶嚟巨大嘅生產力提升，呢個係好事嚟嘅。但生產力嘅提升並唔自動等於社會福祉嘅提升。今日我同大家拆解咗一條危險嘅路徑， AI 替代勞動導致收入下降同消費萎縮，紅海競爭令 AI 投入難以轉化為廣泛嘅商業收益，財政困境迫使央行持續印銀紙，而印出嚟嘅錢透過坎蒂龍效應同伯爾法則進一步加劇財富集中，最終形成一個多層嵌套嘅惡性循環。錢就好似水咁，被一座又一座嘅壩攔住，下游嘅河床越嚟越乾涸。而家嘅制度安排，無論係勞動市場結構、稅收體系、貨幣政策框架，定係反壟斷機制，大多數都係喺 AI 之前嘅時代形成嘅。講到尾，今日成條片嘅核心信息其實好簡單，就係返去我開頭嗰條河嘅比喻。大自然入面，水要不斷流動，河流嘅上游
中游、下游都要有水經過，沿途嘅植物先會生長，魚蝦先會繁殖，成個生態系統先會蓬勃發展。一旦啲水被截住，被困喺某一個地方，下游就會乾涸，生機就會消亡。經濟入面嘅錢道理完全一樣，錢要喺社會入面不斷流轉，由企業流去員工，由員工流去消費，由消費再流返去企業，呢個循環先係經濟繁榮嘅根基。當錢被不斷抽去頂層，困喺少數人嘅資產入面，唔再流返落嚟，經濟就好似一條斷流嘅河，表面上上游嘅水庫滿瀉，但下游已經一片荒蕪。所以我哋真正要做嘅就係確保呢條經濟嘅河流暢通無阻，令每一個人都可以分享到活水帶嚟嘅生機。我今日講咗好多令人擔憂嘅可能性，但我唔想大家因為咁變得過度悲觀。每一次重大技術革命嘅轉型期都係痛苦嘅，但長期嚟睇，技術進步幾乎總係改善咗人類嘅整體生活水平。AI 有潛力解決好多我哋而家覺得冇解嘅問題，醫療診斷嘅成本可以大幅降低，教育可以真正做到因材施教，能源同環境問題亦可能因為 AI 加速嘅科研突破而揾到出路。關鍵嘅問題唔係 AI 會唔會令世界變好，而係喺轉型嘅過程中，我哋點樣確保冇人被拋低，點樣令進步嘅成果更加公平咁分享。面對呢個全新嘅技術現實，呢啲制度迫切需要根本性嘅更新同調整。最終 AI 時代嘅經濟走向取決嘅唔係技術本身，而係我哋社會嘅集體選擇。我哋係咪願意，係咪有能力重新設計制度，令技術進步嘅紅利惠及所有人？呢個唔單止係經濟問題，更加係我哋呢個時代最根本嘅政治同埋倫理挑戰。作為普通人，我哋可以做嘅係持續學習，提升自己 AI 難以取代嘅能力，合理配置資產，分散風險，以及關注同參與公共政策嘅討論。因為呢個時代嘅走向，最終係由我哋每一個人嘅選擇同行動決定嘅。歷史嘅結局唔係預先寫定嘅，佢取決於我哋而家做嘅選擇。如果你覺得今日呢條片有幫助，記得撳個 like 同 share 俾你嘅朋友，仲有記得訂閱我嘅頻道，撳個鐘仔。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